近期有考慮上車珠海又想銀馬晒嘅街坊咧，就千祈咪錯過啦！而家講緊總價唔到90萬，你就可以喺珠海湖新路啊攞低套商場上蓋物業啊！嗱，呢個咧入門位置就係 L 字型嘅大廚房啊！你所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嘅，嗱，用開一線國際大品牌方太西門子㗎啊！嗱，呢道門咧係做好晒嘅，細緻咧就見品質啦，關埋咧就避免油煙啦。入翻嚟咧餐客廳一體嘅開間3米半㗎，方方正正，相當唔錯啦。最關鍵啊，護牆板、背景牆，包括頂上嘅日立中央冷氣都係做好晒俾你㗎，你絕對估唔到啊！算得上係珠海交標嘅天花板啦。嗱，出翻嚟露台啦，做好晒嘅封閉式陽台，望翻遠景以及側面嘅無遮擋一線光景啊！住喺高層望出去嘅景觀啊，更加靚仔啊！嗱，跟住入翻嚟參觀下我哋嘅休息區啦。嗱，入邊咧就係我哋嘅公共衞生間啦，三件套做好晒俾你嘅，包括乾濕分離。呢度就係大家客房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啦，你見到嘅。入翻嚟就係主人房啦。嗱，呢啲藝術室牆紙啊，包括定制式嘅衣帽間咧，都係做好晒嘅。最關鍵仲要係南北通喎。嗱，呢度咧擺放1.8米大床，做到3邊落床位完全冇問題，同埋全落地嘅一字位玻璃窗做好晒嘅，望出去個 view 咧更加開揚啊！每日喺度瞓醒望住咁嘅景觀，絕對抵啦！咁嘅價錢，而家首期1萬蚊，月供3800，輕鬆上車喎！最關鍵仲要係商場上蓋啊！落樓就係嘉禾城啦，嗱，可以滿足你行街食飯、吃喝玩樂一站式需求啊！同時喺呢度翻口岸講緊係半個鐘咋，嗱，翻香港都係個零鐘，留巴直達太子、荃灣相當方便㗎。嗱，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歡迎下方評論區留言攞資料啦。